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5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以西结书34章第17节到23节，彼得前书第5章1节到第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羊群。在上个礼拜六的读经分享以及昨天主日信息的分享里面，我们也都提到了牧羊人、好牧者的一些主题。牧羊人的工作主要的对象当然是羊群了。中东的地区呢，牧羊人都会喜欢将绵羊的羊群里面混合了一些山羊。在比例上当然是山羊比较少，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样动物呢是来自绵羊。牧羊人如何来带领羊群呢？要将羊群带到哪里去呢？这些带领羊群的工作之难，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耶稣基督以及圣经里面就经常以牧羊人以及羊群之间的互动来形容上帝与人的关系。可见上帝或上帝的仆人要带领这一群羊群，也真的极为困难的。以西结书第34章17节到23节这样的告诉我们：至于我的羊群呢，我至高的上主告诉你们，我要把绵羊和山羊，好的和坏的分开，个别审判你们。你们中间有的吃上等的草料还不知足，竟然踩踏吃剩的草。你们喝了清水，竟然用脚把喝剩的水搅浑了。我其余的羊只得吃你们踩踏过的草，喝你们搅浑了的水。所以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告诉你们：我要在你们这些肥壮和瘦弱的羊中间主持公道。你们用肩膀排挤，用脚抵触虚弱的，把他们赶散到各地。但是我要抢救我的羊，不让他们再被虐待。我要把好的跟坏的分开，个别审判我的羊。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像我的仆人大卫那样的君王，做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将来要分成好的羊与坏的羊。羊群的组成其实是用绵羊还有山羊组成。当羊群回到的羊厩之后呢，就必须将山羊跟绵羊分开来圈养。这样的做法在圣经里面的比喻，其实是在讲最后的审判。这也正是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也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6节的经文里面，看到了耶稣基督这样说的：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为两群，好像牧羊人从山羊中把绵羊分别出来一样。他们要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要放在左边。然后这个王要对他右边的说：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啊，你们来吧，
要承受创世以来就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后面继续的经文就是在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圣经里所比喻的羊群是指着以色列人、跟随者、基督徒。那么重点就是要从圣经的提醒里来帮助我们反思的。我们的生活到底是表现出怎样的生命特质？是绵羊，是山羊？这正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接续的经文所谈的事情。基督徒要成为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绵羊的特质，然后才能在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要进入那个羊圈的门的时候，被分别出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已经预备好的国度。彼得也这样的说道：我现在以一个长老的身份向各位同作长老的提出请求。我是见证基督受苦的人，要分享将来所显示的荣耀。我请求你们，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甘心乐意地按照上帝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酬报而工作，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却要做羊群的榜样。这样，那大牧人来临的时候，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同样，你们年轻人应该服从长辈，大家要以谦卑为装束，彼此服侍，因为圣经上说，上帝敌对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曾经有一位牧者在教会里面讲道，引用了马太福音25章这一段的经文来分享，提醒教会的基督徒应当时刻的反省自己。后来就有一位长老找牧师说，质问他，怎么可以说我们是山羊呢？其实像这样对号入座的信仰态度是好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明白了，表示自己是那个山羊。但是可惜的是，他却没有具有这个逆离为成人的悔改之心，他反而活得很像福音书里面的法利赛人、经学士还有祭司们，责怪耶稣不可以指责他们，又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们不听先知的提醒，并且他们还杀害了上帝的先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旧约的先知身上，也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日基督徒教会也仍在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不愿意诚心实意的悔改自己，就会陷入成为羊群中山羊的特质。成为基督徒的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思考、决定，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羊群，来得到上帝的救恩。诗篇100篇，普天下要向上帝欢呼，要欢欢喜喜的敬拜他，
要唱赞美诗歌，到他面前要知道上主是上帝，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养的羊群，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要感谢他，颂赞他。上主至善，他的慈爱永恒，他的信实万代长存。感谢上帝拣选我们来成为你的羊群，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跟随你的脚踪。求主帮助我们尽心的跟随，可在末后的时候被你分在右边，进入你圣的国度。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